自2025年7月31日，每日圣安宫读经。勇敢的女性，咱做来听读圣经《撒母耳记上卷》19章第19、24节。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記上卷》第19章。扫罗要求伊的囝约拿單甲所有的官长，着杀死大衛。毋过约拿單真意爱大衛，就甲大衛讲：我的老爸想要杀你，你着说字。明仔早起，你去米店秘密的所在，我会去野外秘密的所在，徛伫我的老爸身边，甲伊讲起你的代志。我若知影甚物话，甲你讲。约拿單对伊的老爸替大衛講好話，講：請王毋通傷害你的僕人大衛，因為伊毋捌傷害你，伊所做的攏對你真有幫贊。伊捌冒性命的危險，殺死迄個非利士人。上主有予以色列人得到大勝利，這個代志你攏知，嘛真歡喜。打是安怎王無緣無故要殺大衛，流無辜的人的血，得罪上帝。掃羅聽約拿單的話，就記永活的上主咒詛：我袂殺大衛。約拿單叫大衛來，將這一切的經過攏甲伊講。約拿單帶大衛去見掃羅，大衛就繼續侍候掃羅。戰爭閣爆發，大衛出去甲非利士人交戰，甲因徹底拍敗，因就逃走。有一日，掃羅坐佇厝內，手捏攑槍，對上主遐來的歹神閣臨到伊。迄時大衛在彈琴，掃羅用槍射大衛，要甲伊釘佇壁呢。大衛閃開，迄支槍插入壁呢。迄暝，大衛逃走離開。掃羅派人去大衛的厝監視，按算透早要甲伊殺。大衛的某米甲對伊講：你今晚若無逃命，明仔載一定會予人殺死。米甲就對窗仔甲大衛擂落去，伊就逃走去滅。米甲用家族身上下佇眠床，用山羊毛崁頭殼，用換衫甲伊嵌底。掃羅派人去掠大衛，米甲甲因講，伊在破病。掃羅閣派人去，一定要看到大衛講：連眠床煞扛來我遮，我要予伊死。使者入去，看到眠床有家族身上頭殼嵌山羊毛。掃羅對米甲講：你是安怎騙我，放我的對手逃走？米甲應講：伊甲我講，放我走，若無，我要甲你殺死。大衛逃走，去拉瑪見撒母耳，將掃羅對伊所做的代志，攏甲撒母耳講。伊甲撒母耳就去住佇拿約。有人甲掃羅講，大衛佇拉瑪的拿約。掃羅派使者去掠大衛，因看到撒母耳做頭，帶一陣先知入神講話。上帝的話臨到掃羅的使者，因嘛開始入神講話。有人將這個代志甲掃羅講，伊閣派使者去，因嘛入神講話。掃羅第三遍派使者去，因嘛入神講話。後來，伊本身嘛去拉瑪，到西古的迄個大古井遐，問人撒母耳甲大衛佇佗位。有人甲伊講，因佇拉瑪的拿約。掃羅就去拿約，上帝的神嘛臨到伊，伊哪行哪入神講話，一直到拿約。
伊甚至脱衫，伫撒母耳的面前入神讲话，规暝规日脱摕倒地，因为安尼人讲，连扫罗嘛得做先知哦。勇敢的女性，过去传统观念影响人对女性的看法，女性常常受看作是无能力的弱势者。总是翻阅台湾历史，通知女性的能力并无较输男性。台湾第一位女医生蔡信误会丧失老爸，后来老母搁嫁，聪明的伊深得后籍的疼痛甲栽培，6岁去读书学仔，会晓背诵真济古籍。8岁伊进入公学校，却常常互查甫学生欺负。该在伊的成绩优异，备受师长关照。12岁顺利毕业，进入台湾基督长教会的淡水女学就读。蔡信18岁对淡水女学毕业，伫外籍老师推荐和后籍支持下面，正身一个人到日本求学。对东京女子医学专门学校，今仔日的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前身，顺利完成学业。蔡信毋单单是台湾第一位受现代医学训练的女医生，阁是体贴病人的好医师。在当时的产婆较济无受过专业的训练，导致怀孕的妇女死亡率悬。为着安尼，蔡信开设产婆学校，培育专业接生人员，造福真济妇女。蔡信真是勇敢阁有智慧的女性。伫今仔日的经文中，咱也看到一位勇敢的女性米甲，伊是扫罗的查某囝，也是大卫的某。大卫的影响事迹引发扫罗的嫉妒和追杀的时，大卫和一般人同款，第一个念头就是走转去厝里面。但是米甲警告大卫，你今暗若无逃命，明仔载一定会互人杀死。所以米甲对窗仔口甲大卫擂落去，互伊闪过追杀。对11到17节，通看到米甲是机智搁勇敢的女性。米甲面对的是恶友生杀大权的扫罗王，但是伊并无畏惧父王的威权，反倒利用机会，互大卫顺利逃脱。在当时，米甲甲一尊偶像放踮床顶，向扫罗派来的人骗讲，伊得破病。对这通知，米甲是拜偶像的人，毋是敬拜上主的人。对咱的信仰观点来看，米甲是拜偶像的异教徒，检采甲咱的信仰无共。但是上主敢会用阮相信异教的米甲帮赞伊所疼的大卫逃离扫罗的追赶，搁借着安尼，互大卫脱离偶像无受到伊的影响力。对经文中，咱通看到上主透过各种方式拯救大卫脱离扫罗的追杀。上主诚做大卫唯一的盾牌和避难所。大卫经过扫罗的追杀，毋但远离偶像，搁学着一心投靠上主。倒来到米甲身上，虽然伊的信仰和大卫无共，但是伊要善用上主赐予伊的勇气和智慧，帮赞大卫。今仔日的教会女性信徒哪来哪多，诚做领导者的女性，搁较是袂少。因为安尼，无论性别安怎，咱拢爱诚做有勇气和智慧的人，伫上主的国度尽心侍奉。
默想，我是毋是认同家己的性别，搁为着安尼感谢上主？我敢有善用上主予我的恩赐，带予人祝福，成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是毋是认同家己的性别，搁为着安尼感谢上主？我敢有善用上主予我的恩赐，带予人祝福，成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咱做伙来祈祷。主爱的上主，伫你的眼中，无同的性别相款，互你看重。感谢你也重用女性，互因伫教会甲社会做出贡献。求主也帮助我，成做你重用的器皿。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